各位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0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0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4节，就是解说甲灵理在识明两足尊。即马就是要对下面继续来甲咱各位解说。下面就是自心归于静，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过，即无人我恐过，贪爱执着，名利欲尊。在前面呢，就是说明归于佛，而且在这个所在，所谓归于佛，那是依照慧能大师呢，就是讲自心归于觉，自己的心啊。归于自己灵觉的佛性，因此呢，就袂生起邪迷，就会当后来消欲知足，会当后来远离在色，这就叫做量足尊啦。这个自心归于静，念念无邪见，就是讲自己的心来归于这个静，这静到底是啥物呢？就是叫做正法。这个在前面已经讲了啦。所以归于静，这个静就是叫做正法。那自心呢，会当后来归于这个正法，安尼呢，念念啊就无邪见。在这所在，所以叫做正法。应该呢，就是包括了内心的端正，也就是讲，咱自己的心归了咱自己正直的心，正直的心呢，就是一种的道心。所以，咱有一句就在讲做“直心是道场”，直心是道场，就是讲咱正直心迄个所在。就是咱修行的场所，直心是道场这句话啊，但是在外表该看起来，只是一句真简单的话，可能呢无啥物偌大意义。但咱若是讲好好来该体会，咱在实际修行中，会当好来了解直心是道场这句话的意义啊，那可以讲就是。意义无强，因为直心来去修行，才修行。咱一个人假定讲心若是弯弯翘翘呢，根本就是修无行。这个直心也就是无分别心啦。不过咱现主世人呢，分别心愈来愈重，尤其是咱现主时啊，可以讲就是。知识爆炸的时阵，每一个人呢，拢有知识。这个知识真丰富。到底这个丰富的知识是对对来啊？就是在环境中接触来。但是这个知识呢，拢都是由外面所影响起来，唔是咱自性的物件。譬如讲，细汉囡仔读幼稚园，刷落呢。看电视，刷了呢去学校求学，也出社会，就在这个无形中呢，念起了真正侪好的，也念起了真正侪歹。好的果然对咱人有益啦，那念着歹呢，对咱人就无益。但好甲歹的这个标准呐。那是要咱佛教讲的，甲一般社会讲的有所不同。那是咱社会人探求物质的享受，只要是正当的，可能该讲这是好的。当然，要咱佛教讲起来呢，这必然都是好，只要贪就是不对啦。
毋过咱现主时的人呢，除非讲食饱穿烧，有厝好住以外，所求的呢，毋是讲干那食会饱穿会烧安尼尔。现主时人并毋是讲因为腹肚枵才要食啊，当然呢，为着腹肚枵食是无毋对。毋过你腹肚枵食饭，就爱阁看讲饭煮了好食无，菜煮了好食无，或者是走去料理店，伫要食物件的时阵呢，要食迄个猪脚，或者是讲咱要穿的物件，也毋是讲干那为着讲要穿烧，要举即个身体，穿要穿比人较好，大个所在要比人较讲究。那参像即款的心啊，已经毋是一种的正直心。若是正直心，就是讲腹肚枵我来食饭不管讲饭菜毋好反正为着腹肚饱嘛，食到饱为止就好咯。或者是讲我要穿衫裤都穿身躯，莫会晒身裸体莫讲寒天休寒着，安尼就好咯。大个所在反正暗时有通困莫讲冻落水，莫去伫遐底吹风晒日，安就好咯。那安尼咱这心就是真直啦。现主时人毋是，现主时的人就是讲，在过去的人所想袂到，在过去的人无的问题，即摆拢有问题产生。那这就是心无直，分别心太重了。所以伫遮所讲的这个自心归正。也会使讲，就是归了咱自己的正直的心，归着咱自己正直的心，迄个无分别的心，安尼呢，念念才会当好无邪见。邪见就是毋好的见解。当然，对这个毋好的见解的讲法，依照咱佛教所讲的，甲依照社会法所讲的有所不同。尤其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个邪甲正，迄个范围呢，又阁是无共款。若是咱普通讲看到人物件要爱，这是一种的贪念，还是邪念？那要咱这个佛教所讲的，凡是无下着佛所讲的，这就是叫做讲邪无依照佛法来，这就是邪见。若是依照六祖慧能大师讲起来，只要你无向心内去求法，这就是叫做邪。所以这个邪正的界限也是有所不同。迄边讲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恐故，贪爱执着，名利欲尊。讲因为无这个邪见的缘故。所以呢，就无有人我恐惧，无这个贪爱执着，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利欲尊。咱一个人若是无邪见，无邪见就是正见。这个正见也可以讲就是无有分别见，也就是无念啦。在前面所讲这个无念，因为这个无念就无人我恐惧。这个人我就是讲你我，咱人有分别心，所以就分别一个你，一个我。有一个你，有一个我呢，就变成对立。有这个对立呢，问题就产生来了。这是我的，你袂使来甲我摕。那迄是你的代志，我不管你啦。这就是人甲我的这个分别对立所产生出来的问题。那除非我拄则所讲这个问题以外，因为有一个人我之见，所以你的钱我要甲你偷摕，你的性命我要甲你伤害，你的名声地位我要甲你拍歹。安尼呢，人甲人的中间纷争就产生，因为有你有我，个人为着个人的生存，结果呢就变成斗争。这个斗争呢，问题就拢做一产生出来。有这个人我呢，就变成广告。这个广告的意思呢，就是讲看人袂起啦。
我比人较有钱，我比人较有知识，我比人较学问，比人较有势力，比人较有才能等等。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以为讲我比别人、比任何人拢较了不起，所以任何人呢，拢无会看在眼内啦，这就叫做空国。而且就是讲，若是无邪见啊，就无人我空国，也无这个人我呢，都无贪爱执着。这个贪爱就是对我来，名做我贪我爱。因为咱呐，有这个身躯，将咱这个四代我阮家好，还有这个家体当作讲，这都是我的身躯。因为当作这都是我的身躯，所以呢，为着我的身躯的享受，就必须贪；为着我的享受，就必须爱。这个贪爱就是财色名食睡啊，拢就是所贪的对象，或者是贪爱钱财物质，或者是贪爱名声地位，或者是贪爱男女色。或者是贪爱食的物件，或者是讲贪爱困顶，因为有一个我，希望讲咱较有钱，希望讲我呢较有名声、较有地位咧，希望我会当好来享受男女色，希望我会当好食较好咧，或者是困较饱咧，这呢拢都是贪欲。所以，若是无有邪见，都无人我空国，无人我空国，自然呢就无贪爱心。这个执着嘛是由于我有一个我伫咧在执着。我要安怎样？我唔安怎样？有我的主张啦，有我的这个看法啦，等等啊，那这就是一种的执着。咱人的这个执着心，执着这两字，这是一个总包括的名词啦。无一个人无执着心，不过有的人的执着心呢，执着咧非常的厉害。你个安怎甲伊讲呢？伊绝对无要接受你，敢若像咧石头共款，定酷酷啦，无法度好通用，绝对无迄个参详的余地。那即款的人呢，是使人非常的头疼。假如讲若是无有人我控过贪欲执着这呢就名叫做利欲尊。而且所讲这个利欲尊，当然就是咧指远离了咱内心的这欲望烦恼等等。咱会当好来归咱自心的正念，咱保持着咱自心的正念，莫生起邪见。都无人我控告，无贪爱执着，这啦就是咱内心离开了种种的欲，离开了种种的欲呢，就是会当互来得到尊贵。咱有一句伫咧讲做万事无求品自高，就是讲咱对世间的这物件呢，拢无所求。在无所求迄个所在呢，咱人的品格自然才会悬。假如讲若是有所求呢，咱的品格就袂悬啦。下面自心归于静，一切颠落，爱欲境界，自性皆不能染。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讲咱这个自心归于静。这个自心归静的意思呢，就是讲咱自己的心来归这个静。这个静在前面所讲，就是讲静，静叫做讲静。那这个静就是讲清净，界性清净。也伫遮所讲的这个自心归静呢，是依照六祖慧能大师的意思应该就是讲归于了自己的清净心咱的心呢安住在咱的清净的本性，也那呢一切的这颠罗啦、爱欲的境界，
自性呢，拢未去逆着，这呢就名叫做降中尊。意思就是讲，咱本身呐，会当好保持着咱的清净的自性，将咱的心安住在咱的清净自性的迄个所在。世间的这个尘劳烦恼，外面爱欲的境界，拢无法度好来去逆着咱这个清净的自性。在未去逆着迄个所在啊，就是叫做降中尊。换一句话讲呢，咱在这个世间，在这个尘染中，虽然是讲每一个人所接触的就是世间红尘，但呢，咱啊在这款的真正染污的环境内底呢，别去逆着。你看安尼，迄个人是毋是值得人尊敬呢？咱即马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在一个团体中，每一个人拢是有贪心。咱即马佫讲一个较具体题啦，譬如讲，特别在一个公司，伫咧食头路啦，或者是讲伫一个工厂伫咧做工课，所有的人呢，拢是真贪心。拢是要贪这个公家的物件，贪污金钱，偷摕物件去卖，种种无所不至。但呢，其中只有一个人呢，无去互逆着，伊呢绝对袂甲人去贪，伊无去互这个歹去逆着。你看，安尼伊这个人是毋是值得一般的人所该尊敬呢？假如若是讲同流合污，那有根本就是无值得人该恭敬。伊袂甲人同流合污，迄个所在呢，就是使社会大众所该恭敬。假如讲某一个机关、某一个所在，爆发着集体的贪污案，比如来讲啦。但是其中呢，却也有迄款的洁身自爱，伊袂去逆着，无即个代志。安尼大家讲，哎呀，了不起！你看，大家拢有，敢若伊一个无，安尼就是叫做降中之所尊贵。本来即个归正就是归正宝，正宝应该就是约出家人所讲。假如讲一个正宝会当好在一切尘劳爱欲境界中自性不染，当然呢受到人的恭敬。我倒转来讲，咱若是当好安尼来去做，咱嘛是在降中的尊贵者。一边讲欲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将日子修三归依修三归戒。若见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便何所归？言及成妄。六祖慧能大师在这说来讲，假如若是当修这款的行，修什么行呢？就是讲归依觉。那这个觉就是令人觉佛性咯。归这令人觉佛性，袂生去邪迷、小欲知足，会当好远离在色。归依正，会当好无邪见，无人我控告，贪爱执着。这个归依正，所有的尘劳爱欲境界，必须逆着。你若是会当好安尼来去修呢，就是叫做自归依。自归依，就是讲自己呢来归依自己的自性，会当来去做这是叫做自归依啦。这就是向内去回光返照的归依啦，并毋是向外的归依。讲凡夫不会将日子修三归戒。讲这个凡夫呢，未晓来体会这个道理。
未晓要来向自心来去皈依，未晓体会这个向自心向自心来皈依这个道理啊。结果呢，将日子啊，就是讲将日时甲暗时啊，来受这个三皈戒啊。虽然是讲每一日拢伫咧受三皈依啊，那伫这所在叫做三皈戒，加这个戒伫这个所在啊，事实上呢，只是三皈依啦。为什么伫这所用这个戒呢？这个戒就是讲有一个约束的意思，就是讲，既然咱有皈依，在咱内心呢，应该也有一个约束啦。那咱来受这个三皈戒，讲着言皈依佛啦，佛在何处？讲咱讲起这个皈依佛，咱平常就是讲皈依佛咯。但是这个皈依佛到底佛伫什么所在啊？咱所拜迄个是佛祖上义啊，无论是讲纸印的、茶雕刻的，或者是讲土去装的、从铜去铸的，结果拢是佛祖像。咱所皈依的是一种的圣像，毋是真佛。真正的佛是在什么所在呢？咱要皈依，应该是要皈依真正的佛。但是实在这个佛到底是在什么所在啊？假如你若是无见到实在的佛，便何所归呢？你是依据什么？你伫咧甲皈依呢？你是皈什么呢？言却成妄。所以你若是无见到真正的佛，你讲我皈佛祖，你所讲这句话，岂毋是变成虚妄的呢？就是讲，只是你讲有皈佛祖，但是事实上啊，根本呢都无皈着佛祖，安尼叫做讲言却成妄。一边讲先知是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皈依佛，不言皈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讲到这个所在，慧能大师搁再叫一声讲先知识啦，各自观察。讲个人自己啦，爱去观察。这个观察就是讲提起智慧来，会晓好好啦，来去做观想，会当好好啦，来去回光返照，来去反省，莫错用心，毋通咧用心用错去啦。就是讲你的心的想法呢，毋通有所错误，安尼叫做莫错用心。讲这个经文呢是分明啊，就是讲自皈依佛，根本呢不言归他佛。咱无论是早时念三皈依，或者是暗时念三皈依，拢是在讲自皈依佛，当愿众生。自皈依法，当愿众生；自皈依经，当愿众生。这正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咱所讲的这个皈依啊，是在讲自皈依佛。这个经文到底是在指叨的经文呢？就是在指《华严经》的净行品。在《华严经》的净行品有在讲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法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经，当愿众生一切无碍好难胜众。那这呢就是三皈依拢叫做自皈依。所以慧能大师就讲讲经文内底真正分明，叫你自皈依自皈依佛啦，就是讲自己呢皈依自己的佛啦，不言皈依他佛啦。无甲你讲爱皈依这个他佛，这个他佛就是讲别个佛，别个佛就是咧指讲心外的佛，咱自心以外的佛，毋是咧叫你皈依这个自心以外的佛。讲自佛不归呢，是无所依处。
讲咱自己的佛，你若毋去甲皈依，无所依处，就无一个所皈依的所在啦。就是讲，你应该呢是自己爱来皈依自己的佛性，安尼呢才是有所依处，就是才有一个依靠的所在。你自己的佛性你毋皈依，你要皈依倒一个佛呢？咱现阵时所看到只是佛祖像，也真正的佛祖到底伫啥物所在？也你皈依这个外面的佛，甲皈依内面的佛到底有啥物款的分别呢？咱有一个字在讲做求人不如求己。过去呢，相传在大陆上有一间寺院啊，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手摕着念珠。迄个香客呢是讲奇怪呀，菩萨手摕念珠到底是要创啥物？就问迄个地客师啦，讲地客师傅啊，观音菩萨手太摕念珠啊？伊讲念观世音菩萨啦。伊毋讲摕念珠要创，伊讲要念观世音菩萨。伊讲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呢？迄个地客师甲伊讲，求人不如求己啊！咱向外去求，可以讲离开咱自性佛啦，愈离开愈远。你愈向外追求的，愈离开咱自性佛愈疏远。会当回光返照来皈依这个所在，才会当好来培甲合尘，会当好来契合本性，会当契合本性迄个所在，咱的本性才会当好永远做咱的皈依之处。所以慧能大师才讲，在经文已经分分明明叫你讲自归佛，并无叫你归他佛啦。你自己的佛你毋皈依，你究竟呢就变成一个无所依处。换倒转来讲，就是讲爱皈依自己的佛啦，自己的佛才是你永远所依靠的所在。注意看先听足。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教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